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呢次係因為特別是客家自強會附屬嘅自強書法班，係真安福係呢一班嘅技術老師，非常希望各位同學20年來啊，相處到像兄弟姊妹樣，非常嘅歡樂快樂呢。今日啦，利用呢個機會啊，向各位其實客家人啊，對呢書法和詩詞啊，非常有獨到嘅味道。比較地場呢，所有嘅詩詞都是屬於客家人嘅精髓啊，嘅精神啊。首先可以介紹下。今日嚟所有嘅書體，首先我哋介紹下今日嘅書體哈，這是草書，這個是隸書，這個是行書，這個是行草，這係篆書。這個呢就係講我哋書畫同源哈，呢係我哋書老法嘅作品，這個我哋20年代嘅成果是這個樣啊。我大家都介紹就是文風時報哈，文風時報啊，首先就講9宮格的棉紙、毛邊紙毛邊紙來書法這辦哈，就是在初學的人來用比較適合，你們看看哈，你們看看再來這個就是宣紙你們看看這個宣紙啊。也有分生笺、熟笺、半熟笺。那生笺呢，就是沒有加矾，比較會暈。那個熟笺呢，就有加過矾，比較不暈。那半熟笺就是生笺跟熟笺的這中間這半人家用這個都是半熟笺，半熟笺。那個生笺當然也有它的優點跟缺點。生笺就是通常我們一般比較會用，但是墨韻很好墨韻很好。這個就是棉紙，這是棉紙，這個棉紙也是一樣，就是寫出來的字非常的有韻味。這個就是紙的。介紹哈，墨，這個墨也有很多種我們這個是松煙墨，松煙墨這個是油煙墨，這是油煙墨，但是松煙墨呢是很黑，沒有這個。沒有亮光，沒有光澤。但油煙墨呢，就也是一樣很黑，但是寫出的字比較有光澤，這個松煙墨呢，是適合畫這個人的頭髮，比方說我們這個好像我們班長哈，你們經常寫這個人物畫這個。畫他的頭髮非常的黑，韻味很好，還有呢畫山水也非常好，所以這個松煙墨，這油煙墨呢就也是很好，但是畫這個可能不行。但是這個松煙墨有一個缺點，就是說你如果畫如果還沒有乾之前，你沾到水，或者是我們畫畫也是一樣，你還沒有乾之前。你一沾到水，可能就會泡沫。泡沫就是我們一寫下去，這水一沾到，馬上就跑出來，就會泡沫。油煙墨就不會，因為它有油脂嘛，它有油脂就不會。但是一般像我們這邊用的這種，大部分都會有加的，這個都是用那個油煙墨。現在一般來講用的都是油煙墨筆。
比较多。再来我就介绍我们这个笔，这个是羊毫，羊毫是比较柔软，写这个字也是非常的好，但是每一个人用的不一样，有的喜欢用羊毫，因为有的人喜欢用尖毫，但是初学的大部分都是用尖毫比较多那么尖毫就是这种的这是尖毫尖毫我们想就知道，尖毫就是羊毫跟羊毫里面混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里面呢是柔软，这个软硬适中，适合我们一般初学来写再来就是这个狼毫，狼毫的很难，还是写很难，但是呢，有的人也喜欢写用这种笔，因为这种是比较写出来的诗还有苍劲有力，还有力头尤其是写草书，如果是用羊毫来写草书，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要写草书，我就用的狼毫会比较适合再来就是这个三麻笔一般画画用的比较多用一般的写诗就比较少，因为它这个笔非常的硬，动但是弹性力很强非常的好。第二种羊毫呢，一般是写在边工花卉花鸟的写出来发出来还柔和，所以我们在教学面对的书画都有些这个经验来讲，所以这两种是属于你发还有用途这些的介绍咱们呢我是介绍的砚台两台，但我们砚台还有端砚有玉砚有席砚很多种的，还有从人台湾也有做那个大理石做的这种的石头做的也有砚台还有用那个陶瓷做的砚台，都很多种的。所以这个端砚的好的在哪里呢？你摸起来很柔很滑润的感觉，但是一摸起来很吃墨通常一般你感觉要粗的才可以摸，它这个很吃墨，磨出来的墨非常的细腻，而且这个里面装的这个墨的水不容易干，不会一下子干掉，所以说这个好与不好的就在这边。据说这个端砚是在一个山里面，浸在水里面，常年都是在水里面，要采取这种的石头不大容易，还要等到实际这个节日把那个浮石都干掉以后，放掉以后才可以采取的，所以这个常年都浸在水里面的，所以据说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砚台。那通常人家帮人讲砚那个梅潘对吗？梅潘其实这个不叫做梅潘，梅潘这个才叫做梅潘，因为很多从两个东西做出来就是圆圆的，没有这个磨墨的磨台，那个台子没有了，这个叫做那个墨盒，也叫做墨盘，人家讲有梅潘所以我们很多都把这个都搞错着，以为这个就是梅潘这个就不是染推染推因为有会磨的所以这个好与不好的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这个书法里面还有附属的这个文具，比方说就是文正，这是我们为书法的写爱时间呢就是把这个纸放在这个上面，就不要让它移动，因为我们写书法
一定要端坐得很正，纸不能有动，有一动，这个字写的就是不好，所以要有这个文正啊。好，各位同学，今天3位开始写台词哈，写台词写在因为黑柴眼心大流转，写在这个词啊，今天开始啊。哈盖哈，客家客菜在来我们来就是信白客在流转流。流转，流转，是辛丑年，辛丑。好，辛丑之秋跟读书 ，OK， 好。啊，大家来共同来研究啊，好来 ，OK。今年良心讲，我心里有感受，最辛苦就是我们的观众，还有我们的几位这个摄影师他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哈，谢谢哈。是客家最强毕业书法班，有几多被普为客家乡亲去参加。
平常时大家伫练写台诗，和加练到感情，也咪会参加写春联的活动，来点出练习的成果。书法班呢，郑安福先生今年82岁，还喺贵上忙地推广客家文化，又爱用写台诗来保存客家文化之美。诸事吉祥，猪年行大运。这个猪，今年猪年嘛，吼。老人家快用上面概念摆了个游客，手拿水笔，动运动来写春联。记得系台北市客家自强会台诗班嘅同学，受到绕墙来到现场写台词，本大家新年祝福。大部分拢系客家人多，大部分客家人多，也有因为就那个河洛片酒啦，吼，还有个那个外省片酒，还有同学大家礼拜强下上课，来讲乡亲之间嘅感情。不过冇像一摆对楷书开始学，老人家去下笔系行运流水嘅行错。像我们这个年龄哈，楷书有好多其实哈，因为出行我本人家一定这样你讲，你帮我写几个字给我好不好？行书很快。而且一点小瑕疵你看不懂。台诗班嘅先生郑安福系突然性福音，几个书法作品会写到个种下各种嘅诗文。情緒用嘅那詞筆筆開嚟是啫嗬，筆度要暗瘡嚟寫ง่าย啫，係個天嘅地圖啊嗬。是動為平平。郑先生未會寫到嘅三個字，老神奇嘅師傅法，佢講按用魚筆魚筆寫出來嘅作品，要出一本書，老客家文學保留下來，傳本後藏啊。客家新聞施榮俊、幫婉儀、蘇偉賢台北報道。